黃衫嘅羅馬尼亞。咁呢兩支球隊咧，分別喺年初一嘅時候咧，都係以12碼咧係輸波㗎，咁啊激戰到去打和㗎。好啦，呢個波睇到入接得好靚咧，就係索丁加近門不創進之後邊竟然咧冇人啊，再後邊咧先至有個球員咧係射埋嚟，咁啊但係你個波咧已經係無功而退啦。如果咧索丁加傳個波出嚟，第一腳咧有人擋到好啦，好啦，咁啊睇呢個好波之人啊，杜米迪斯古好嘢，連過再避過，有啦！呢個波咧完全係靠呢贏呢個杜米迪斯古啊！呢個球員咧可以講得話咧係藝高人膽大，咁啊對方咧係前後咧係有唔少嗰4個球員咧係埋嚟夾擊佢㗎，分別咧係先都俾佢扣過嗱，我哋睇到慢鏡一級嗱，先咧係有軒德遜埋嚟啦，仲有一個岩士同埋嚟喎，俾佢喺人罅當中係避過咗兩個，呢度又有兩個又係俾佢咁樣同樣吸過，最尾咧趁呢個美奧拿衝出嚟啫，輕輕一趟入網1-0，咁啊羅馬尼亞咧係領前啦。嗱，再從後邊嘅角度睇下，真係咧過得好精彩啊！咁又走咗過咗一個，跟住一扣呢個仲衝埋坑渠添，龍門出嚟嘅快腳咧，掃把腳咧闖入網1-0啦。羅馬尼亞咧首先咧就打開紀錄，而家見到嘅咧就係美國隊嘅守門員啊，美奧拿都冇晒符啦，揸住條腰，睇下美國隊嘅反撲又點啦嚇！哎呀，一粒粒成個波都幾好，咦？球證咧係吹罰喎，似乎咧係拉人啊呢個波，冇錯啦，球證咧係吹罰羅馬尼亞嘅。咁啊守門員咧好緊張啊！而家見到咧7號嘅佩雷斯斬埋去喎，果然咧係建功啊！2號呢個喇叭咧就係射得好靚啊！呢個波第一時間咧就係射埋去，追成1-1嘅平手啊！哇，好高興啊！睇啦，先由咧佩雷斯咧左邊咧係斬埋去㗎，係跟住咧射得好靚啊！布亞嚟嘅右腳摩里咧就第一時間咧就照埋去，嗱睇睇呢個波啦，佢攞咧就可能咧唔掂㗎啦，一攞低咧已經咧黃衫嘅守衞到喎，佢知啊，第一時間狹窄角度咧就係射入，咁啊射入咗波啊，好高興嘅巴布亞，1-1雙方打成平手。咁啊睇美國隊翻成平手嘅清道夫包話咧已經失傷咗有段好長嘅時間啊，最近先復出，又嚟咯喎，杜米迪斯古，咁所以下咧今次咧俾美奧華出嚟攻襲嘅角度，再用咧右手咧將呢個波咧叉咗去邊線嗰度啊！咁啊呢位好波之人咧教到之前已經咧係玩動於美國守衞鼓掌之上啦。咁啊今次嘅單刀咧比較容易做咧，佢反而咧做得唔係幾好啊！可能咧就係美奧拿亦都係呢個波出得靚啦。呢樣方面咧絕對係雙方面㗎。羅馬尼亞嘅咧傳中波，咁啊揀中咗其中一個啦，比賽場中嘅球員咧改表少少方向啦。咁出波球員咧就2號嘅加達嚟㗎嚇，呢個係羅馬尼亞嘅右後衞嚟㗎。咁啊打到邊個咧？哦，現到自己嘅隊友，咁啊美奧華咧亦都係救得幾狼狽嚇。咁啊上半場咧就雙方打成係1-1平手啊，而家下半場咧係繼續比賽嚇。呢個波原來左手邊仲有一個球員啦，又係咧佢啊杜米迪斯古好嗱過埋龍門，但係亦都係獨步太窄啦，再兼夾咧佢呢個波亦都推離腳少少，咁到最後咧佢哋都出盡八寶想話將個波咧撈翻入場區入邊，亦都係搞唔掂，咁最後亦都只有咧用個波咧係借勢鏟一鏟咁樣，好似追個波咁樣啊，就略盡人事就算數㗎啦。呢啲咧係美國隊嘅忠實擁躉啦，咁啊連啲美國旗拎埋出嚟，咁啊但係賽事咧都係1-1啦，咁啊雙方呈膠着狀態，哇！但係呢一個波咧就係類似啦，因為咧呢一個波咧就見到咧5號嘅球員咧係杜爾尼咧就俾對方嘅薛基安咧係踢到，咁啊另外咧就彭道路又喺度啦，咁啊成班球員咧就埋嚟咧就係圍埋晒一邊喎，咁啊嗱仲有慢鏡再睇下呢個波咧明踢落去㗎，哇！直情咧一鏟落去啊，咁啊呢個道理咧就俾人踢跌，咁啊道理咧就係呢個美國隊咧係最有經驗嘅球員啦，咁呢個彭道路咧就俾球證咧用紅牌咧係趕出場添，咁呢個時候咧羅馬尼亞變咗係踢10個人嘅啫喎，咁啊睇嚟咧美國咧就踢多個人，咁啊有優勝啦，即刻係有攻勢啦，咁呢個波咧又犯規，咁啊其實呢個時候咧就喺球場上面火藥氣味幾濃厚下㗎，不過咧雙方咧都沉得住氣啫，今次咧就被侵犯嘅就係昆尼啦，咁啊昆尼咧就係下半場咧係入替嘅球員嚟㗎。哇！個波斬埋咧，睇到立巴咧頂過嚟，跟住呢邊咧，哎呀頂翻埋嚟咧，守門員官尼亞咧好嘢啊，單手將我撈翻出嚟啊！如果唔係官尼亞演咗優異咧，美國隊呢個時候咧應該要領前咧係2-1㗎啦。頭先頂波嘅咧就拉拿先，嗱我哋睇睇呢個波咧，立巴喺右手邊頂翻埋去中間啊，咁啊偏左手邊嘅拉拿斯咧就一頂埋咧，哇！守門員咧就
隊咧俾對方係踢多一個人，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就係冇乜着數啊！除咗頭先個致命球之外咧，一路咧同呢個羅馬尼亞仲係呢個拉成均勢。